共通过在斋月期间禁止人们遵守传统习俗，继续消除穆斯林文化和伊斯兰信仰。东突厥散库尔勒市的一位政府内部人士告诉韩东网，2018年11月，该市政府机构的负责人指示该机构的食堂通过将猪肉作为餐食的主要选择来改变菜单。从那以后，猪的头肉和猪蹄成为日常饭菜。自主餐厅的维沃尔厨师对烹饪猪肉非常担心，他甚至开始哭泣，但是他的同事立即督促他控制自己，否则如果上级看到他崩溃，他可能会被解雇。这个女人别无选择，只能投降，不敢抱怨。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杜伟周日早上被发现在特拉维夫的市郊海尔兹利亚的工地内死亡。58岁的杜伟今年2月才前往以色列履职，抵达当地后因武汉肺炎疫情而居家隔离2周。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工作人员发现杜伟死在工地的床上，没有任何暴力迹象，发现他去世的是他所居的人员。以色列警方表示正在对其死因进行调查。他曾投书耶路撒冷邮报，指如果没有中国的牺牲和行动，武汉肺炎疫情会酿成更大灾难。杜伟上周又在该报刊文，谴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荒谬言论，否认中国隐瞒疫情的指控。中国被质疑严重隐瞒国内疫情。美国媒体日前披露，中共国防科技大学制作的疫情大数据地图，发现其中有超过64万条病例更新，遍及全国230个城市。美国外交政策报道了由匿名人士提供的一个疑似中共内参数据库，该数据库由位于长沙市国防科技大学制作，这所大学隶属于中共中央军委。外交政策报道，尽管该数据库还不够全面，但已经非常丰富，其中包括超过64万次信息更新，覆盖了至少230个城市，也就是说，有超过64万条信息显示特定位置的病例数。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5月16日在独家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时表示，随着中国疫情得到大范围的控制，一些人放松了对疫情防控的警惕。对此他称，中国不应该骄傲自满，因为第二波疫情的风险仍然很大。采访中，他并证实武汉当地政府曾向公众隐瞒关键的疫情资讯。钟南山说，当时当地政府并不想说真话，他们在疫情初期保持沉默。我随后认为可能已有不少人受感染。他向 CNN 表示，武汉官方疫情初期公布的确诊数字10多天仍维持只有41宗确诊，而同时国外已出现感染个案，故此令他大起疑心。我并不相信那些结果，所以不断要求他们将真正的数字给我。我认为他们并不愿意回答我的提问。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扎瓦德·扎利夫17日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安德尼奥·古特雷斯，投诉美国威胁拦载伊朗油轮的霸凌举动和炮警外交。扎里夫在信中说，这种霸权式的炮警外交严重威胁国际贸易、航运和能源的自由流动。美方变本加厉，用高压手段扰乱伊朗石油出口，使事态危险化。他说，面对美方的霸凌政策和非法行径，伊朗保留采取恰当、必要和果断行动的权利，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